过高雄市的场面来看，台北市的场面，台北市政府前广场透早嘛举办108年国庆升旗典礼，现场除了有市长郭文天、亲民党主席宋楚瑜，还有红海创办人郭台铭，拢有到现场。因为这两个人拢被当作是郭文天的盟友，和今年升旗典礼增加真侪政治味。这个郭文天啊，包括这个郭台铭，拢被问到讲，敢会甲宋楚瑜讲合作？伊讲几啊摆讲袂，加上伊的手势，伊的态度敢若是真坚定。国歌的乐声响起，开嘴对咧唱，一字一句拢无漏交。另外是中华民国派郭台铭，看到国旗慢慢的升悬，也搁行旗手礼。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是表情真专注。台北市政府国庆升旗典礼，市长郭文地做主人，提供过歌颂三人共场的机会，相信这也是免不了政治地。不会合作。谢谢。小心，小心，谢谢。来，小心，小心，不要选，小心。这边，来，不要选啊！往你的右手边吗？要往你的右手边。主席不想好门票怎么用啊？主席根本。郭台铭、郭文地无要选总统，但是亲民党手内也有一张政党推荐门票，郭歌颂公开合体，三方的动向再次引发关注。你们会合作吗？2020的部分。没有合作，看合作什么嘛？市长还会想要争取就是亲民党2020总统门票吗？你不要让人家紧张好不好？进前传出郭文地想要叫亲民党的市议员黄珊珊担任副市长，不过无成告知，惹得宋楚瑜无欢喜。但是宋楚瑜参加升旗典礼，好亲像用行动拍破袂下团结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我们两个本来就关系都很好的，你们在外面老是传说我们什么他不高兴了，讲一大堆，我实在是。所以你们两个。闹热的升旗典礼，因为过歌颂三人增加政治味，参加的民众除了看闹热以外，上吊是排队要领第5代汪汪包。就会对台南上北的民众，车到透早3点就到位啊，抢着头香，也阁有人准备困地啊、甲椅啊。我去年也有排，那你明年还会来吗？如果明年有的话，一定会。总算领到限量3000的汪汪包，拢真欢喜，所以应该当安心享受4天的国庆连假。